全国教师工会团体今仔日公布10大教育新闻，要让总统候选人了解目前教育界关心的议题。其中，因认为双语教育的问题上害，学生用英语上专业科目会危害国家语言多元发展。毋但英语学袂好势，专业科目嘛无法度兼顾。全教总希望候选人会当针对问题规划政见。离总统大选的时间愈来愈晚，三党的候选人也拢有提出教育相关的政见，为着要让候选人了解教育界关心的问题，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公布10大教育新闻。因指出问题上大条的都是双语教育，全教总批评目前的执行方式独尊英语，毋但违反国家语言发展法多元语言的精神，嘛致使学生用英语在上专业科目的时，双边拢学袂好势。语法法的一个本土语竟然不敌。没有任何的一个课纲，没有任何法源依据的一个双语，这是教育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。希望真的可以看到这些问题，让整个教育现场回归多语台湾、英语友善，把英语课好好教好。另外，第2名是无适任老师处理机制的问题。全教总指出，校园投诉案件部分大细学校拢要接受调查，严重影响到校务的运作。第3，全教总批评三党的候选人为着竞选，直直提出野钱的政见，要扩大教育投资，比如讲要补助私校学费、调关学术研究费等等，不过拢无思考到国家财政敢负担得起。因为我们国家的租税负担率，在全世界几乎是只有先进国家的1半或是1/3，根本支撑不起我们对教育公共化的理想跟蓝图，所以必须同步的去检讨我们的税收的问题。教育是栽培人才、国家发展的根本。全教总呼吁未来的施政上要紧的是爱解决问题。因针对教育现状提出年度10大教育新闻，要求候选人规划出较实在的政见，莫为着选举乱开支票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